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27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省大病院常常面临急诊的病人爱等真久，或者是等无病房的状况。为了改善医疗品质，省大病院伫今仔日正式甲卫生福利部胸腔病院签署合作病房合作案，希望未来会当互病情较单纯稳定的患者转进到胸腔病院住院，落实医疗混级。伫甲白医协会嘛正式宣布，省大病院甲卫福部胸腔病院签署合作病房正式启动。这个合作案是省大病院为了改善民众的就医环境甲医疗品质，会将病情单纯稳定，而且符合胸腔病院专业的患者来转进住院。胸腔病院嘛将优先提供一间私人房甲一间个人房来服务。同时建立双向转进的模式，来掌握病人的病情，充分落实分级医疗。会中卫福部胸腔病院院长表示，只要民众答应转院，后续所有手续拢将由2间病院来处理。就病人方来讲，这个病人呢，他只要愿意转诊，那他说了以后，其实接下来他所有事情都不必烦恼，因为在目前的架构之下，我们医院会开启一个这个健保的病房，然后还有一个单人床，一个单人房，那让我们的病人从急诊成大急诊愿意转诊的病人呢，他会有签约的这个救护车司机把病人直接转送到我们医院来，而这当中最重要的病人的相关资料会由我们医院的医师跟成大医院的医师直接沟通。那这些所有的资料都可以查询，可以让病人呢，等于是他只要说他愿意转诊，他就什么事情都不必烦恼。温泰医院基本上就是一个社会财、公共财，拢你我6岁出来的物件，你我6岁的物件，就要互咱在地民众好好来享用，公平的享用。我想这个是最在地化，是最贴切的，嘛是大人，我拢还没做真正，我们来看，嘛在门当户对，对不对？就是他们的医疗品质、医疗照顾，也是在首之选，所以有这个条件，所以今日有这个机会来和潘院长结亲情，因为我未结亲情，只能跟病院结亲情。这摆合作病房嘛是伫卫福部台南病院甲国综合病院以后第3间，除了疏解病人等待病床的压力，嘛充分利用区域内医疗资源，提升台南的医疗水准。目前卫福部胸腔病院嘛提供内科、家医科甲感染科等服务。初期的转诊将以内科的病人为主，双方院长拢希望未来会当创造更较侪合作。台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兴建超过20栋的安平二期国体，4年前被确定是海沙厝，居民拢提心吊胆，烦恼厝会崩落来。上午伫定基会都发局的工作报告，这议员纷纷替居民争取权益。议员卢群福甚至弹出海沙厝的庄仔角，要求市府爱解决。安平二期国体被鉴定是海沙屋，嘛是围绕以后天棚更经外漏问题相当严重，每一工住户拢提心吊胆。虽然政府朝向重建是共识，不过因为过去市场热清地向居民答应一平换一平，一户赔一户，但现在却要因负担100多万，住户根本无法度接受。上午透过议员卢群福质询的时间，向都发局来请兵。会中卢议员话愈讲愈气，将海沙屋的庄仔角弹出来。强烈质疑赖市长高升院长，当时的都发局长吴欣修高升营建署长，连都看无重建的进度甲诚意，要求是赔偿，毋是补助。争取这个海沙屋一户赔一户，一平赔一平。迄个时阵的都发局长叫做吴欣修。伊讲，
因为厝是营建署起的，咱住户无要求爱追溯，爱要求伊一寡遮违法的官员甲厂商爱掠去关哦。咱遮住户无安尼哦，咱只不过是要求做白话，厝甲恁买，恁个还阮一间厝个，偌清德后答应来争取，伊的答应是来争取。 咱来向中央争取一户换一户，一坪换一坪。会中局长不断强调非常重视个案，虽然建商甲应做企业的决定，不过初估政府包括租金、搬迁的补助将有3亿7千外万，而且中建是共识，都市更新的天数卖照行，技术细节也需要甲住户参详。但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 目前市府所推动的大台南新都心，就是以永康炮校作为核心，所以炮校搬迁工程就非常受到重视。议员林义景上午也分别就炮校搬迁，并是营区等等永康区重大区段征收案，要求市府爱向市民报告进度。 为了永康精华地段陆军炮校开发案一直备受各界关心。虽然3天前市府的宣布，图书总馆将进驻伫遮，将军事的基地变成文教的地标，为永康带来新的气象。不过现在到底搬迁的时程如何？提出议员林景上午质询地政局长，同时争取公园绿地规划，希望向市民有所交代。炮真正是分2期嘛，吼，啊，真正第1期16公顷嘛，吼，啊16公顷真正上大公共建设应该就是总图吧，是，吼，刚有部分的公园，有没有部分的公园？家己做报告啦，吼，公园大部分拢伫2都在2期。啊，毋过咱伫迄个总图吼，总图的西边面吼有一个公园，吼，有一个较细个公园。是。啊，另外其实应该安尼讲啊，炮口应该是看整体。对。哦，咱虽然工程分1期、2期，应该看整体，因为阮有开一个45米的炮校大道。炮校大道，它是那个穿越那个铁路，以后连接正南山路。对。啊，所以说等于是打通哦，中正南路到往北不方便。 阮这个拍通，这是第1项。嘿。啊，第2项伊整体规划吼，阮伫炮后遮吼，阮第2期规划一个15公顷的大公园。大公园。它是一个茁壮的，那为了说，兼具休闲，吼，然后跟那个志宏的功能，啊，所以阮就做一个大的志宏池。台南人口上济永康区，目前包括炮校搬迁、平新野区、盐行国中以及物流中心等几个重要的区段征收案，拢积极进行当中。其实对炮校为核心，就是市府推动大台南新都心的计划。虽然地政局坦承2期的炮校因为关闭用地也未发包出去，不过强调1期的部分今年9月就完工。但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今年的房屋税，民众为4月20开始就陆续接到税单，不过相信民众对着第2波个起税金一定是万声四起，所以那啲上好的议员拢大动作的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今年就袂当个起价，甚至要求爱退税。陈小章会长郭信良等10名议员联合要求市府房屋税今年代停止加税动作。议会国民党团上午正大动作来考试，当初因反对房屋税调升，甚至4月抗争时，民进党伫倒，批评因就护航无监督，才互干过关，民众生活歹过。所以国民党团强调，重点今年9月选举啊，明显的骗选票。所以会长嘛加码，不止动账，也该将过去所对数的税金讨回来。国民党团决定再挺身而出啊，寻求团结所有在野，对抗不合理的房屋税，要求市政府不是动涨而已，要把所有追溯的那15年的房屋税要退还给台南市民。赖清德在台南市议会、市政府的时候，无半个家出来讲，卖个骗啊！民进党要骗选票，年底要选举啊，大家倾巢而出，鸟走去啊！即马鸟市拢敢走出来嘛吼，唔好安尼啦，唔好骗台南市民，台南市民唔是阿公啊！
台南市民嘛唔是遮尔啊好方便啦。会中嘛，因为在水桥就请专门委员列席根本无到决策，和国民党籍议员相当不满，因为市府根本无尊重议会，议员纷纷向选民发话，要求政党轮替，而且和国民党籍议员释出政纲，才法度替市民争取福利。面对哪里的双方拢要求房屋税调降，市府回应共款，强调加税一切合法。而且房屋标准的介绍要到民国1808年才当重新评定。到时若新市长就任有新的构想，才交予新的委员会讨论。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位伫德溪边仔的忠孝塔，今年清明节连续假期，大好拄到德溪景观工程，所以扫墓的动线甲过去拢无同。议员林美燕下晡也至水利局等单位现场会勘，希望市民扫墓袂去受到影响。位伫体育公园内忠孝塔，因为有3万个塔位，所以伫清明期间拢有侪民众前来扫墓。但今年清明扫墓拄好拄到水利局的德溪景观工程，使得原本有侪出入口的忠孝塔只剩一个。因为烦恼时间影响到民众扫墓，27号下晡，市员林美燕嘛邀集相关单位到场会勘，并且要求施工单位伫也未施工好的部分做好临时安全的措施，减少意外发生。在整个工程里面，因为正在从小的旁边，我们看看这个紧邻竹溪的部分，事实上还有工程没完成。然后这一段时间，这3、4天的时间，我们会请水利局赶快把工程做个急迫性的，能够完成的就完成。然后第二，做河岸的就是围篱，避免因为这个地方当天一定会有很多预估有好几万的人会来到这边的地方哈，所以为了安全，我们在这几天里面，相关单位我们必须要求他做一个就是把一些问题赶快的一一克服，提供给民众在就是扫墓的时候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会下清明连假3月31号、4月1号以及4月5号到6号期間，忠孝塔附近拢進行交通管制，禁止汽車進入，嘛請民眾到附近的公共停車場免費停車。电台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要看一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本身是一位视障人士的吴添乐，在事业有成之后，为了回馈社会，特别捐赠一批拍火装备，给咱市的消防局，希望会当提升拍火兄弟救灾安全甲效率。伫西门路二段经营华泰按摩中心的吴添乐先生，因为本身是视障人士，伫过去的成长阶段受到社会各界温暖关怀。所以，伫事业有成之后，就一直想要回馈乡里。后来知影消防局、河委以及永华分队，因为出勤频繁，装备消磨真大，特别捐赠32箱防火鞋以及手套，要来强化消防局灾害抢救的能力。阮伫台南，较早是盲聋学校嘛，57年才搬去后里改做启明学校。拢食公费，12档内底有算政府来栽培，阮是讲都出社会，有能力，阮就来回馈互社会较需要的人就对啦。阮看消防队都家己的
性命都唔顾啊，去救别人啊！阮想啊，有阮的一点仔力量啊，来回馈予消防兄弟安尼。对着即届关键，消防局嘛颁证奖牌，要来表达对着乌添路翁仔某的感谢。希望我们的消防弟兄也能善用他们的这一些捐赠的一些物品，能够在整个我们在救灾上可以发挥它的一个效用。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吴天禄夫妻哈。他们本身是一个视障的一个人士啦哈，他们还可以去想到说要回馈到这个社会非常感谢他们的善心。乌添路设施一直实际的帮助，提升咱市消防抢救能力，嘛希望透过这届捐赠，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互更多人加入公益的行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设计系107级的毕业成果展，主题定做跨界，主要是运用无同的材质互相结合，一方面充分表现学生所学的技术，另外一方面也让学生发挥创意，展现特殊的风格。运用着乌甲白元素，或者是拼贴技法，或者是皮革剪裁呈现的工业风，这寡拢是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时尚设计系因运用着适当的时间，学习要怎制作配件、制作包包的功夫，佮加上吸取了侪国内外时尚设计的理念佮想法，这寡作品就是因适当来的成果，也吸引了侪学校内的教授佮学生学习观看。同时，现场也举办着动态时尚走秀，专业的将一件一件的作品由model全方位的来展现伫咧贵宾的感情。那我们这次的主题主要是以跨界为主。那我们请同学所谓的跨界，不管是任何的领域，我们其实现在都是以跨领域这样的方式来做创作，或者包括这样的一个进行模式来做所谓的复合材料的一些应用，所以我们才定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在整个展览上，除了静态展，就是看到学生们靴跟带包主题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工艺的作品。那这是我们系上跟其他学校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当然我们在动态展的部分也有，就是让同学可以了解到，比如说像这些走秀，怎样把自己的这个表现自我，让他们有不一样的一个表现的方式，这是我们系上强调的一个部分。其中，在这届所有学生的作品当中，得到侪评审的肯定。第一名的作品，就是运用这古早味的竹仔所编成的，兼具着美观，而且也创意满满。就是我是出生在燕巢，然后阿公是务农的，然后就看到他就会用一些竹耙子啊什么的，然后就去犁田那些，所以我的那个设计理念就是从那里来。然后这是我们去南投跟一个竹山的工艺师跟他学习做这编织的作品。这届所有的作品也以着妙、真、灿这三大主题作为发想，希望对细节到整体用写生的手法，做出一件又一件会当吸引人注目的设计作品。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设计系跨界毕业成果展，4月27号也将伫咧高雄的文化中心来展出，也欢迎民众前往观看。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台南知名饭店今年推出非常有创意的社书宴，不只提供趣味的扭蛋机做抽奖，佮设计真侪派对的道具，佮大型翕相的扛棒，要来抢攻社书宴的商机。台南大荔枝酒店配合毕业季，规划了别具创意的谢师宴优惠活动。饭店除了引进扭蛋机，让学生伫咧现场会当抽好康。另外，也搭配着专业的场地以及优惠折扣，佮加上特别设计的 Party 道具，希望带予每一个来到大一立志举办谢师宴的同学佮老师上介好的感受。这次办的活动是要让各位同学们更了解我们的优惠专案的内容。那主要我们的宴会厅，有3楼、5楼宴会厅分大小厅。那我们可以有特别的道具，派对道具。那我们还有打卡拍照的背板。
那还有许多可爱的道具，例如吹笛啦，还有派对帽啦。那还可以做学士服的打扮来拍照。那主要我们还特别有一个扭蛋机的道具，那让同学们可以做很多游戏，然后融入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宴会厅所举办的谢师宴专案非常的丰富的内容，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办这个有意义的谢师宴。无论是饭店内底欧亚共同市场，或者是宴会厅，拢有搭配着谢师宴推出无同款的优惠，也互学生会当伫遮翕出一张好的相片，留下一个难忘的记忆。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侪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0度到27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3月2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